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0.1至第3代夢幻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2集。上集說到創造宇宙神在2012年打算將所有問題版的維度重置，千合力創立的經過。創造神界 X 命運系統回到過去調查，主要有多方面的綜合問題。第一是創造神界的創神機所有使用用家設計角色沒有申請角色肖像版權專利，最後因為角色維權問題而互相發動宇宙不同維度的肖像版權戰爭。在不同維度肖像版權戰爭持續了數多光年的時間。在2012年創造神界宇宙皇族當時正式任命簽，共同編寫不同宇宙維度的 X 宇宙命運系統。若宇宙真的大爆炸，當時 X 運命系統已設定安全期的萬元指令。先介紹簽為何會存在。在第3維度實體光碟世界轉世投胎，簽前世是3005維度或線歐元歐天龍成員之一宇宙創始天王，名為天水。天水第13分身是簽轉世，簽經過命運鎖時82命運神管理者月，若不在2012年帶第3維度至第13維度搬出有問題的星系，簽當時2012叫前世的維度公司同事幫忙將簽身處的第3維度至13維度搬到新的星系。經過一番了解後，無論是升維度或跳升維度，都需要給當時的創造神界宇宙皇族支付費用。亦當時因為第3維度至第13維度跳轉到宇宙新的星系，那個星系是需要付費和租金的。最後簽才給宇宙創造神懲罰了3年的精神監禁在 N215 地球。最後4維度13維度集資，最後付清所有角色維度升遷費用和租借星系租金，簽獲得自由。故事後續第2元。